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近日，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内发生了多起汉族女工被强奸、被非礼的案件，其中新疆籍职工被指涉案。但是警方在做调查之后释放了涉案人员，造成了汉族工人的不满，继而开始进行报复。于是，在6月25号的晚间，上千名汉族工人和维族工人手持棍刀等武器，展开了激烈的民族械斗。在过程中有2名维族职工被殴身亡。在这一冲突事件发生后由于当局没有及时公布事件的真相，凶手至今尚未归案，维族民众的情绪可能随时失控。在新疆及其他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甚至已经发生了针对汉人的骚乱事件。那么更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一触即发。在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中我们就和恒河先生一起来探讨从广东汉维冲突看中国的民族问题。恒河先生您好。主持人你好。这本来是一件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件，但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是已经演变成大规模的民族冲突，甚至只要是看到新疆人、汉人就说要打，看来就是汉人对新疆人他们的仇恨是由来已久。那么这是否和政府对西藏、对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优惠政策引起了汉人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对汉人不公，是否存在这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很长期以来，中共其实对这个政府对特别是比较大的西藏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它有一些倾斜的政策。那么我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在内地，就是在汉人聚居区，如果是维族人、少数民族和汉人发生械斗或者是打架的话，那么在司法审判上面，往往是倾斜于惩罚汉人的比较重，而惩罚少数民族的比较轻，这是一个事实。那么长期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引起汉族普通老百姓的不满。那么您刚才谈到的除了在法律这方面倾向于少数民族之外，那么其实还有哪一方面是对少数民族有一些优惠政策？它的优惠政策很多。你像这个读书这个分数线，那么少数民族是要优惠的。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汉族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只有一胎的，但对很多少数民族这个可以2胎，有的人烟特别少的民族还甚至可以不限制。那么就是在生活方面，在一些具体的细节方面，它会有很多优惠政策。那么当时在看到这一事件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新疆族的职工会是到深圳这种广东这种语言也不通、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方打工？但是据我们所知道，新疆，特别是南新疆地区、南维吾尔族地区，都是物资非常的丰富，那个地方人是非常富饶的地方。但是现在为什么会这个地方变成如此的贫困，不得不他们到内地去打工呢？甚至是包括妇女，他们也不得不离乡背井去到内地去打工。这是一种什么的原因才造成如此今天的局面？一个是中共在新疆的政策，使得这个在新疆无论是就业还是土地还是资源方面，当地的少数民族不占有优势，而被新移民共产党移民，特别是建设兵团去了以后，占据了很多土地，所以他们的就业成了很大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政策方面也有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让这个玩具厂到新疆去招工？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就是对于你到一个，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他是属于穆斯林，那么他的生活习惯、他的语言到内地都不通的，你一下子招几百个工人来，他的理由有2个，这2个理由是互相冲突的。第一个理由，他说是解决民工荒的问题。事实上，今年并不存在民工荒，他是从今年5月份招那么多工人，并不存在民工荒，因为大量的工厂逃避。第二呢，说是为了解决支援少数民族，帮助他们摆脱贫困。那么这个理由也不充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如果你能够在他那个地方设一个厂，如果能够在那个地方进行一些投资的话，就地解决就业问题，不是更好吗？所以这可能是2个因素。我讲，第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新疆工人的工资更低，所以他们是雇佣了更廉价的劳动力来挤走原来在这个
发达地区的这个劳力的比较高的工资，所以这有可能是引起汉族工人不满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就是做一个政治表演，政治表演就是帮助少数民族地区人民脱贫。但是问题在于，就是如果说这些少数民族他原来有他的生活方式，有他的信仰系统，有他的这个居住的聚居区，那么你本来是不需要去帮助他的，不需要去给他输入什么东西，或者是帮助他什么，这种帮助更多的是一种作秀，政治秀。所以这是一种政治秀，这个不仅在新疆，在西藏也是如此。所以呢，这是造成另外一种这个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冲突的，就是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政策引起的。这种政策就是说，你给人家很多资源，比如说往西藏运送了很多设备啊，这个建了很多这个建筑啊，然后就说给你们这么多资源，你们居然还不感恩。问题是你给的东西人家是不要的。你是自己的想法，你硬塞给别人不要的东西，然后回过来要别人对你感恩戴德，那么慷他人之慨。因为中共他自己不从事生产，他实际上是把内地的各种地方的资源集中起来，让各地的去支援。比如说在这个新疆建一个这么大的这个会议中心，干什么呢？肯定不是为藏族人开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了共产党在那里开会，来为共产党涂脂抹粉所做的。那么当然当地人就不会去感谢他。所以他的这些所谓脱贫的这些措施，绝大部分是不实用的，而且不会应用到真正当地人身上去。那么在美国呢，我们也能接触到藏族人和西藏人。那么从我们的观察看来，他们都是举止非常的文明，和汉人呢也是和平的相处。那么根本就是没有发生就是这种互相之间冲突的事件。那么在真正的藏区和维族地区呢，也很少听说有发生彼此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发生冲突。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统治下的这些地区呢？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我本人在美国，我有很多藏族朋友，也有很多就是维族朋友，那一点也看不出来这里有任何冲突的地方。我相信在美国绝对没有这种事情。那么这个呢，真正在藏区啊，这种事情也不发生的，在维族聚居区也不会发生的。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是这种中共的这种所谓的民族政策，造成这种冲突的一个根源。他的这个民族政策呢，是基于第一要摧毁别人的信仰，这个在藏区和在维族地区都是比较典型的。那么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上，人类的生活当中，要维持这个就是大家的和谐，就是真正的和谐，它是要靠信仰来维持的。如果信仰没有了，有计划的被摧毁以后，那么实际上是希望别人变成野蛮的，这个不文明的。这是他的计划，要让人家变成不文明的，然后呢，再用用刑法来惩罚那些所谓违反规则的人，这就是中共的这套东西，所以只会把矛盾越搞越激烈。那么对于这个像在韶关发生的这个冲突哈，其实我们想一想看，这件事情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缺一环都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冲突，所以也就是说，在中国每一环都出问题了。第一环是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就是说有这个女工被强暴了，这个消息准确不准确？那么如果说这个消息是准确的，那么中国政府说的是这是有一个人在事先网上造谣，那么一个谣言怎么能引起上千的工人带着武器去跟新疆人殴打？如果没有长期的这种仇恨的话，那么本来工人和工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仇恨的。那么这种民族矛盾呢，跟中共长期的宣传，就中共一宣传的话，新疆人就是恐怖主义，就是维族人就是恐怖主义，那么藏民呢就是暴民，所以他长期的妖魔化的宣传，再加上在政策上呢又不断的在挑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才造成了就是当这些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以后所造成的这个不适应和冲突。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因素，可能很少人有注意到，就是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的抱怨，就是说在他们学校里面，比如说西藏或者是新疆来的学生闹事，横行霸道，偷东西、打人什么，就说这些事情。那么大家就把这个火呢又推到了这个民族身上。实际上这些民族本身不是闹事的根源。大家要知道，能够到内地来读书的并不是普通的藏民，也不是普通的维族人，
他们是当地的那些权贵的子女，所以他们在当地就是横行霸道的，因为他们是中共利益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能够到内地来读书，而他们所带来的习气是他们做中共的高干子女所带来的这种习气，所以这种习气呢，跟藏民族或者是维族这个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就跟中共的这些高干子女他们的这些特权是类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很多人看到的并不是普通的西藏人，也不是普通的维族人、新疆人，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特定的阶层，而这个特定阶层呢，又是跟中共的利益连在一起的。近年来呢，就是内地的汉人由于房子被拆迁问题，由于是土地的问题等等一些其他不公平的事情呢，经常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发生冲突的事件。那么现在汉人呢又和少数民族呢也容易发生冲突。那么我想就是崇尚人治礼仪心的汉民族，那么到今天到现在为止，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是产生冲突呢？这么容易冲突？对这个问题呢，我在前年我曾经在一个研讨会上谈到这样的问题，就有人谈到这么一个问题啊，西藏人说是现在我们被汉族文化入侵，而且呢被这个受了欺负。那我当时就举手就问他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侵入你们地区的并不是汉文化，你只要想一想，在中国大陆现在还有多少汉族文化还存在着，中国汉族的传统文化还有。实际上现在统治中国大陆的是中共的共产党的文化，那么这个文化是以斗争哲学为主的，所以当他侵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表面上看很多少数民族对这个有误解，他们认为是汉族的文化对他们的侵略，事实上是共产党的文化。那么共产党的文化摧毁了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以汉族为主的这个文化，也摧毁了少数民族的文化。实际上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的汉文化和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受到的同样的浩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汉人在现在他是受了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压迫，他没有地方出气，所以为什么现在的很多这个群体事件啊，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就是说当一旦出现事情以后，参与的人跟这件事情都没有直接冲突，似乎就是说要发泄，因为他们被压得太久了。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事件，有没有可能让警方来正确的调查，来公布结果？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大家不这么做？是因为大家相信警方，不相信警方，不相信当局能够公平的调查这个案件，能够公正的处理这个案件。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带气的这一方，就是汉族人，这里是就是在韶关工作的汉族的工人，他们不相信警方能够处理这样的事情，就对政府对这个当局极端的不信任。但是他们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么多上访的人，这么多就是像这个邓玉娇事件啊，像这个失手事件啊，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就只能用暴力的方式来自己把法律拿到自己手里面来处理这个事情。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火发错了地方。我认为同样的，在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人也好，实际上他们都是被压迫的，在这个事件上他们都是受害者，不应该在这个工人当中互相去打。好，谢谢恒河先生。民族事务无小事，民族矛盾呢，如果解决不周，那么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民族事务呢，民族矛盾呢，也是国家社会稳定的火药桶。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再会。